2025年3月12日，好消息陸續有來。台灣首宗驅逐大陸配偶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居住喺台灣嘅大陸配偶網紅劉振亞曾多次拍片揚言中共要收復台灣，亦有希望四川艦成軍成功入侵台灣等言論。於是台灣移民處3月11日表示，將依法取消其在台灣依親居留嘅許可，並驅逐出境。劉振亞喺 TikTok 同 YouTube 等影視平台創立咗亞亞在台灣嘅賬號，製作咗多條宣揚入侵台灣嘅影片。據消息指出，檢舉人正是台灣白警。台灣移民處表示，政府尊重言論自由，但劉振亞公開宣揚支持大陸武力入侵台灣，嚴重影響社會安定。因此依法調查得出嘅結果，廢止劉女，即係劉振亞喺台灣依親居留嘅許可，同時依相關嘅規定，5年內不再許可劉振亞再次申請依親嘅居留。據了解，當局考慮到劉振亞依親居留，家中仍有家人需要安置，基於人道考慮，給予佢一啲時間，等佢安排好家人嘅去向，再擇期驅逐出境。今次嘅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朋友請讚好及留言，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並訂閱易經人 YouTube 頻道及追蹤易經人專頁。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